赶紧找亚郎和那闫妮，咱们大家分头行动。这里交，我去那边看看，你们随便啊，交给你。对，臭老乡，走。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嗯？那闫妮言道到底藏哪儿了？说话！站住！小师傅。叫谁小师傅呢？在这观里除了师傅，就剩下小师傅了。母老虎，别跟他废话。老兄儿，我叫徐庆，你免贵。你叫什么？我姓看。看？姓看？对，叫看招。野蛮！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不懂规矩啊？也没通姓名，也没说久仰，又开打呀？老师，欺负我！我来了！这小子太不讲究了！快点剑！好肥的鼠，敢欺负我媳妇儿！老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棍儿有事啊！这女孩子家的，使点轻巧的兵器，非使又粗又长的棍儿，累不累啊？俺不累，俺爹打小就教俺使棍儿，怎么了？这么说来，你爹也是个生番蛮子哦。你才生番，你才蛮子呢你！行了，母老虎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上啊！上什么上？我这棍儿都这样了，你狗贼！好簪子，不过还是还你吧。一起上！呀！身穷志短，棍儿短打不着。怎么了？我
我怎么知道你会从那么高的地方窜下来呢？你能不能不要往四哥的下盘打呀？就差那么一点点呢。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你会躲在上面呢。开动脑筋！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，你智慧的四哥都没有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当然是智慧的我躲在两旁的屋顶上，趁机天降奇兵以制敌呀！你倒好，天降奇兵，老四啊，你那是活该。你说你们在哪儿埋伏好，你躲在那儿去你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一个大老爷们儿挨那么一小石子儿，算什么呀？吐泡口水揉一揉就行了。哪儿啊？下面。哎呀，我来。哎呀，嫂嫂，你能不能从底下往上面捞啊？哎呀，早说嘛！轻啊，轻点儿，姑奶奶。老四，那不是姑奶奶，那是三嫂。是我。嘿我，哎呀！好了，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去。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赶回云翠观了？你都还没找着呢，五爷怎么会不回来呢？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现在情形不明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等到天亮以后再去查吧。天怎么还不亮啊？真是急死人了。着急的人容易老，你就不怕人老珠黄了，五爷嫌弃你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慧心，哎，嘘，好像有人。慧明，慧心，慧明，慧明，你是在找我吗？哪里跑？壮士饶命，姑娘饶命！快，这！你个该死的奴才，你还在这睡觉你！来人呐！来我四哥，他死了！来人呐！快送我四哥，他死了！快！保护万岁！保护万岁！有刺客！抓刺客！有刺客！来人，万岁！快到何氏宣话。启禀万岁，宫外买值班的太监被人给打死了。刺客是谁？抓到没有？回万岁，奴婢也是刚才才发现的。御林军已经在宫中四处搜捕。快给朕更衣。且着呢，要不然我跳下去踢死他。好说，怎么样？找到没？没找着。还这么看还？大哥，师弟，看你找着没有？你看我这样，像找着的吗？不应该呀，那俺们不是机灵人，找不着那是正常情况。可你们是机灵人呀，你们也找不着。三嫂，我要告诉你，凭我的江湖经验，那这跟机灵不机灵真没什么关系。那一个不机灵的傻瓜，要是藏起东西来，10个机灵人也未见得找得着。啊，他笨呐，他心思单纯的认死理儿啊。哎，他这罐里的姑子，我觉得不像是傻瓜呀。哎，二嫂，你找的怎么样？
据我搜索的情况来看，这个罐里面应该住了7、8位姑子，可现在一个都没了。藏起来了，把人藏起来了。是其他的姑子把雅兰藏起来了。哎呀，人家长着腿呢，人家不会跑啊。没关系，他们也有困难，他们自己有人受伤吧？他们还拖着雅兰，他们跑不快。我们努力，我们再努力找，总会有结果的啊！怎么样？说，把雅兰藏哪儿了？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啊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千万冷静，冷静点啊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请平身，谢万岁！众爱卿，今日见到朕，可有与平日不同之处啊？万岁，今日上朝，为何没穿袍冠带履？万岁这般衣着定有深意，臣等蒙昧，不识万岁良苦用心，期望万岁明示。你们真想知道？请万岁明示。那是因为昨夜朕的袍冠带履全让贼人给偷走了。大宋皇帝头上戴的、身上穿的、腰里系的、脚上蹬的，全让人给偷走了。一般的庶民百姓家里养条狗还能看家，朕养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你们能看住什么？启禀万岁，皇宫禁地防卫森严，开国以来，只有白玉堂骚扰过皇宫2次，此次追查的重点也应在白玉堂身上。万岁，如果真是白玉堂，他进宫盗墓的动机是什么？尔等不服王化、不识礼仪的江湖贼后，做事全凭一时兴起，根本没有什么详细的动机。万岁，此事无论是否是白玉堂所为，私闯进宫、践踏皇纲，白玉堂都是始作俑者。万岁宽厚仁慈，为治白玉堂欺君之罪，所以引起众贼模仿，才酿成今日丢失袍冠带履之祸。恳请万岁降旨，捉拿白玉堂治罪，以儆效尤，以正朝纲。万岁，包拯身为开封府尹，难逃其责，请万岁降旨，着包拯限期破案，追回袍冠带履。万岁，破案拿贼本是臣的本职，不管万岁降不降旨，臣都一定尽力而为。哼！我是在你逃出来以后被月华救出来的。月华，五爷、二爷、三爷，月姑娘，这次多亏你了，要不然雅兰也不可能得救，谢谢你。哎，那个月妹子，你别走了，以后啊，俺跟老仙都再也不说你的坏话了，好不好？事情了了之后我就走。
虽然展昭已经逃走，不过近道还在观中，此贼不可轻易放过。可是我们在安里已经搜查过很多遍，都没有发现过近道的身影。他没有逃远，就在地道中。地道？你听好了，他们几位都是开封府的侍卫，只要你老实交代地道的入口，帮他们抓住近道，他们也会为你在相爷面前说好话，免你一死。我愿意将功折罪。走，带我们找地道。诸位，哎，老四啊，你这不出去，在这发什么五路风啊？说什么呢？都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谁来看贼呀？除了我，谁镇得住他？快向月姑娘问好。月姑娘，您真是巾帼英雄，英姿飒爽，小的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对对，三生有幸啊！可是你的腿……哎，他没事儿，就挨了五爷一小石头，然后啊，血都没流，就鼓了一个小包包而已。没事儿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这挺舒服的。地道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。还不打开？哦，我问你，这个地道就这么一个洞口吗？只有这一个洞口。里面不会有什么机关吧？没有。跟你说，如果敢骗我的话，把你脑袋揪下来。我要脑袋，我不敢撒谎。带路。里面很黑，要点蜡烛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糟了，我们肯定是被困在这儿了。赶紧原地打坐，缓缓呼气，要不然一会儿我们会被闷死的。干嘛呢？有那么好玩吗？不是说这个下面只有20几招生吗？早就应该见底了，怎么还没见出来？别着急，再等等看。哎，要不俺下去找他们吧？啊，五爷啊，有的是办法。谁？是我。师傅，你果真在这里啊？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正在到处找寻。你就这样走进来，没有人跟着你吗？我把石门放下来了，他们不会找到的。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在这里待太久。如果天黑还找不到人的话，他们自然便会回去。我估计啊，他们如果找不到我们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为好。现在出去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不会的，他们只顾在外面找寻，不知道庭院里面。更何况我们隐蔽的那么好。你为何如此慌张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被昨晚的事情吓到了。师傅，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不碍事儿。你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不能再等了。看来是出事儿了。这样，我下去看看。哎，二哥，
我去。哎，你去！你去干嘛呀？你老跟着我，我又跑不了。不行，母老虎就是得跟紧了你。哎呀，老修会缩武功，你说你这么大面积，你卡里头怎么办呀？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四爷都受伤了。如果贼人返回来，那你们谁来抵御他们呀？没事，其实我受不受伤了没有关系的，最重要的是月华姑娘说的太对了。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贼人回来了怎么办？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我去啊，都别动，我去。说这么长时间，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呀？菜花，我们去。啊，月华，不应该是我跟你去吗？老四啊，人家两个姑娘家的下去，你跟着挤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不懂，人家四叔是要跟他们俩一块儿去吃甜的喝苦的，那叫同甘共苦。顶嘴，顶嘴！二哥，我别闹，什么时候？小心，走，小心一点。都毒死了。糟了，门被堵死了，他们肯定被困在里面了。好像有声音。里面有回应哎，他们肯定还活着，那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。可这石门太沉太大，一时难以击碎。我们出去想办法。嗯，走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师傅，弟子要去解便。尿尿，就在这儿尿。师傅，弟子要大解。大姐也在这儿解。这晦气太重，我怕脏了师傅你的心窍，我还是远离一些。小娼妇，竟敢丢下我一个人跑！各位，如果真的是按照地图所指的方向，我觉得地道的出口就应该是偏厅。当然了，如果不排除这个地道还有其他出口的话啊，那不然就是在偏厅里边，或者在旁边儿。可刚才那位姑子说了，这地道前面是死的，没有其他出口。哎，来人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来什么人了？什么人不知道，反正那镇上来了好多人。老三，哎，我去看看。你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三哥，三弟，哎，老大，这么长时间也没你们的消息，所以我就带人来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展昭跑了。展昭也在这儿？他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。那老五他们呢？老五和亚兰被关在地道里了，老四他们正想办法救呢。走。哦，叶姑娘也在。卢爷带了多少人？10多个人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继续增兵。你让他们在房子周围找一找，有没有可疑的洞口。跟我来。哎，大哥，注意偏听啊！哎呀，你这一惊一乍的发什么母猪疯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呢？那么长的地道，肯定有通气孔啊！找到通气孔就好办了。那有什么好办的？你是往里面灌水啊，还是灌烟啊？
月姑娘，太小看我武术了。只要有通气孔，我家老三钻山鼠徐庆必能进去。那地道是往这边延伸的，通气孔肯定也在这条线上了。这样，咱们分头找吧。啊，好，来。哎，靠边！二哥，我能行，靠边！人家有病。老三，哎，你来，哎，看见没？通风口。还真是。可是这么小，这能行吗？啊，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。给他让。宽敞的可以跑马，你赶紧跑！哎呀，要是来壶酒就够。哟，老三啊，千万要小心啊！啥地方？这边有放。行啊，在这儿享起清福来了，啊！这青天白日的，就别睡了，起来吧！哎，起来！别杀我！你杀的？我手臂已重伤，动弹不得，如何杀他？那他怎么死的？他患有多年的心痛症，有好几次都受不了疼痛的折磨，都曾想自杀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不咸不淡的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有2个人现在关在这儿，告诉我他们在哪儿，我就不杀你。你从这通道绕过去，石门两侧有一对阴阳鱼，它们是活动的。你可以转动一下，石门便会打开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你没红拉线吧？我也是动弹不得的人，哪还有力气撒谎？你说你年轻轻的。
阴阳鱼哪个是开门的？左阴，右阳。好，我先开阳门，再开阴门。哎呀，我有点想多了，就是他，吉人自有天相吧。看来是这个阴门啊。三爷，你可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干嘛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哼。嗯。这个，哎，没事儿啊。包大人请。啊，王公公请。王公公，皇上的袍冠带履平日都放在什么地方啊？平日都放在内宫之中啊。这2日啊，万岁担心庞娘娘被风寒所袭染，才将袍冠带履放在起居殿中，说是辟邪驱毒。那只有这一套吗？当然不是只有一套啊，有好几套轮番的穿戴呢。那为什么不换一套呢？我想，这是万岁故意的，故意给朝中大臣们看呢。是啊，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没有尽到职责呀。哦，公公请。哎，王公公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这种钉子，那盛放在袍冠带履的金牌之中啊，也留得一只。如此说来，这个贼人唯恐世人不知道他是谁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这贼子想出名，想得发疯了。公公请。请。太师，听说这展昭曾住你府上？展昭确实在臣的家中小住，后来就离开了。去哪儿了？展昭乃江湖之人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自从离开臣的家中，去了哪里就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启奏万岁，据臣所知，这展昭最近已经潜回京城。万岁，老臣觉得此事里面定有蹊跷，一般人犯奸作科，掩盖都来不及，可这位贼子居然要留下自己的印记，他还留下了袖剑，看来他是故意使出手段，企图搅乱朝廷的视线。万岁，那展昭与微臣有仇恨过节，他自是武功高强，认定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奈何得了他，因此才在作案现场留下了袖剑标记，这是完全是和臣在叫板。那是对朝廷叫板呢。万岁，既然此贼如此猖狂，这么多日子，包拯都不将他缉拿归案，而是姑息养奸，才造成了如此大患。万岁应治包拯失职之罪。万岁，臣坐镇开封府，事务冗杂，无暇亲自处置，每每得到通报，只能令各州县严加追查。直到几个月前，展昭在江南桑花镇奸淫妇女，又在鹅凤堡杀了季赛花父母，臣这才开始指派蒋平等人专事缉拿。可你们人没拿着，反而让他变本加厉，学着白玉堂，居然潜入皇宫来捣乱了。鲍爱卿，臣在。
将你手中其他事务暂且放下，重点缉拿着展昭，务必追回袍冠带领。臣遵旨。太师，在。为了给包拯充裕的时间办案，近日朝中其他事务就要由你多费心了。臣遵旨。太师，你就先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可有月华姑娘的消息了？臣已派人分头去找了。朕给你的时间就只剩下2天了。这次月华姑娘出走，已经惊动了太后，她要为臣找到月华姑娘之后，第一个告诉她老人家。好吧，就照太后的意思办。臣遵旨。二嫂，你说你昨天晚上跟展昭见过面了？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怎么个奇怪法？昨天晚上跟我交手的那个展昭，跟杀害我父母那个展昭，并非同一人。月姑娘，昨天晚上我没有看到展昭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怎么样？也不能怎么样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！要！别胡闹啊！大哥，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咱们该上路了哈。月姑娘，你要远赴江南，我们就只能在此分手了。一路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且慢，大爷，我已经做决定了，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回开封府。月姑娘，难不成你是想……既然皇上对包大人下了死命令，要抓我回去，如果